美東聯成公所2026至2028年度主席暨職員就職典禮現在開始。首先有請聯成公所新任主席李偉文先生、卸任主席梁漢本先生上台。現在亦都恭請中華民國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李志強大使上台為我哋交接印信。喺呢個時候，亦請我哋嘅所有嘅職員，首先你到我哋前面呢度準備我哋下一個環節，有請所有職員上前面呢度嚟。職員係所有嘅留業主任、中英文秘書、財政核數。請各位到前面嚟。多謝大使，亦請大使留步。而家我哋係進行主席暨職員宣誓就職嘅環節，請各科職員上台，包括有現在我們恭請大使幫我們監視。美東聯成公所主席和職員就職宣誓時，於謹以至誠，遵守美東聯成公所本會之章程，於2026年至2028年代表會員依章行使職權。保護公所利益，盡忠職守，信守不渝。此事，監事人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李志強大使。謝謝大使，請坐。請恭請大使跟我們拍一張大合照。多謝大家，請各位就座。現在有請梁漢本主席致卸任前，有請梁主席。文化辦事處李志強大使，張麗賢公使，華僑文教豐富中心，黃綺儀主任，各位長官，前美中華公所、中華會館、中華聯誼會、伍滿霞總顧問伉儷，中華公所伍幼賢主席。七大僑團各位嘅總理、主席、會長、各位僑團嘅嘉賓、各位文化界嘅先進。
美東聯成公所3月31日在華埠舉行主席暨職員就職典禮。新任主席李偉文在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長李志強、副處長張麗賢、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黃怡瑜、中華公所聯誼會總顧問伍煥鵬、紐約中華公所主席伍亞賢、紐約7大僑團領袖及其他僑團主席等近300位嘉賓的見證下，於李志強、梁漢本主席手中接過印信，宣誓就職。當晚由李志強主持監誓。他致辭時表示，聯成公所和台山名揚會館是紐約傳統僑社的兩大支柱，輪流推薦人選參選紐約中華公所主席一職，可見美東聯成公所在僑社的重要性。經文書未來將和聯成公所繼續合作。他同時代表僑委會委員長徐佳清致贈李偉文主席賀狀。纽约版《星岛日报》4月2号星期四 B 版刊登美东联成公所新主席与职员就职典礼。纽约版《星岛日报》4月2号星期四 B 版刊登美东联成公所新主席与职员就职典礼。纽约世界日报4月2号星期四 B 版刊登美东联成公所新主席暨职员就职。纽约世界日报4月2号星期四 B 版刊登美东联成公所新主席暨职员就职。